继续来到宜兰，有一个80多岁受访阿嬷，因为唔甘要真水的海景去互粪扫来迫害，所以伊逐工拢会去海边啊净滩捡粪扫，这个捡就捡6年。有袂少的企业去互感动到，嘛动员加入到伊的行列，做伙捡粪扫。 日头岛铺上海面光芒四射，秀芳阿嬷真欢喜，赶紧录这个美丽时刻。每一天的透早，伊拢会到壮围海边啊去报道。除了翕真水的相片，更较要紧的是清粪扫。抓沙饼、布袋甲塑胶篮，这个秀芳阿嬷沿这个海边啊，将水路查甲粪扫拢做分类，捡甲真清气。因兜住伫附近，唔甘只会使看旧山岛积水的沙坡，拢是粪扫。 出来人老赢买做伙拼，很辛苦，真的很辛苦。想说，为什么海边有这么多垃圾？啊，因为你拍那个龟山岛日出是原本是很漂亮。啊，咱拢在活动者安尼。但拢大粒汗、细粒汗，抑过80几岁，秀芳阿嬷坚持信念，为6年前开始，伊逐工的透早甲黄昏，只要若是好天，伊拢会来遮顺一摆。慢慢嘛感动，出面隔壁甲企业做伙陪伊来遮里拼粪扫。好，我们往上走。 就算有小可滴落雨，抑过嘛无影响大家热情。阿嬷嘛希望讲，大家拢会使用行动来保护咱的土地。